Hello， 大家好。5月正值母親節，今個月嘅 PV 獎賞陪你好好寵愛自己，將愛分享俾身邊重要嘅人。125 PV 嘅薰衣草精油係 YL 精油入門必備，用途廣泛，可以幫助平復緊張情緒、滋潤肌膚。如果大家想邀請朋友感受芳香療癒嘅力量，薰衣草精油係最理想嘅選擇。190 PV 有西柚精油調味料同山姜精油。5月份嘅天氣又濕又焗，容易提唔起精神。西柚精油調味料有清新微酸嘅風味，好適合加入水、令蝦紅或者沙律。同時你都可以用山姜精油按摩，幫助排走體內濕氣同促進血液循環，都係提升活力嘅好幫手。300 PV 嘅 Bloom 膠原亮膚飲，細支已經有1萬毫克海洋膠原蛋白，利用小分子膠原蛋白提升吸收率，仲含有多種抗氧化物，讓肌膚更緊緻同埋有彈性。除咗自己飲，仲可以分享俾朋友，一齊變靚，由內到外散發年輕光彩。450 PV 嘅竹炭深層清潔面膜，含有活性炭，可以溫和去除肌膚上嘅油脂污垢，深層淨化毛孔，保持皮膚清爽。而就算天氣潮濕，都唔可以忽略唇部護理。成日坐喺冷氣房，容易令嘴唇乾燥。我會常備一支西柚味嘅潤唇膏喺身邊，保持雙唇滋潤。我最中意佢嘅成分天然，而且用完之後仲有淡淡嘅西柚香氣。以上就係5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更多嘅朋友認識 Young Living。拜拜。